学生拢参加真欢喜，这报案啊是一位退休的陈阿籍官的，因为长期关心学校教育，特别关心你该袂报案啊，和包括雾峰的四德国小在内中部几啊间学校，和学生会当感受到心灵的温暖。让小朋友在这边，在我们辅导的现场，其实，包含可以给小朋友比较多的一些安全感，或者情绪上他们可能会比较放松一些。因为我们班上有一位同学，他心里平常就是会感到不安，然后紧张，所以同学就会送他一些娃娃。游戏的过程当中，会使反映囡仔的心理层面，嘛会当学习探索，达到自我解决的功能，嘛会当帮助囡仔减少压力，尊重别人的想法和情绪。扮家家酒的方式，可以让他去练习一下，可能在家里面他的生活样态是什么样子，那跟家人的互动，甚至是在学校跟人家的互动是什么。希望透过这报案啊，还有专业的辅导老师，会当来协助这学生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